我们钞票的瓦本雕刻呢，对形象的塑造是最难的。你要表现它的精神气、空间感、质感，都得给它用点和线去划分出来。后来在刻这个20元的时候，在1块板上已经实现不了我的那么多的想法了，所以我决定同时刻2块。那都刻到80%的时候呢，时间已经很紧张了，那我就必须舍弃1块板。那我对这块板比较满意，因为它的这个眼睛，比较传神。现在用我这个50元、20元和10元上，必须做到精极致，才能达到仿伪的效果。就是得到了一种周边的事物全都是没有，才能达到最佳的雕刻状态。